4。好，首先呢，今母亲节要过啊，祝各位妈妈快乐吼！虽然你若做母亲的，我毋知，我讲实在，我毋知恁大家嫁娶的，我都毋知啊。嫁娶这个字无，结婚的我都毋知吼。所以祝各位啊，随时间要过啊吼。今仔日其实我要讲的第一个主题就是母亲节，就是模范母亲啦吼。但是这个我等下开一下我的手机啊，我的 LINE 内底吼。模范母亲呢，其实伫台湾模范母亲的这种选拔吼，其实有透露两项物件吼，我毋知你有想到吼。第一项就是年龄的歧视啦吼。你看模范母亲敢有迄30外岁的妈妈，莫讲40外，莫讲是30外40外岁，你可能都看袂到啦吼。因为所以这年龄歧视足严重哦，就是你认为讲，就算你有够格，但是你无够迄个好，就是袂当做模范母亲，就是你袂当做模范母亲啦吼。这是年龄歧视。啊，另外一个是啥？我即下是想袂起来，我袂记。第二个我即下想到吼，第二个就是所以这个年龄其实会当佫衍生出来一个心迄个啥心理现象啦，一个心理就是讲。咱平常时甲人呵咾，拢无爱伫咧事情、伫咧代志一开始发生的时阵用来鼓励人。即种呵咾是啥物？拢用来做代志发生，就是代志上落尾才用来甲你奖励，安尼理解无？模范母亲是事后甲你奖励，毋是伫咧一开始就要甲你鼓励吼，奖励甲鼓励插伫遮吼。一个是你做了好，我就甲你鼓励；一个是你做了好，我喙毋讲，到上落尾我才甲你讲，我甲你奖励者，因为你做了诚好。吼，这两个心态，一个是年龄歧视，一个是拄则讲的即种无愿意甲即个好话用来共鼓励，即种心态，吼，这是足歹的心态，吼，就是。我相信吼，各位包括我家己啊，我伫咧庄脚大汉，足侪迄所谓的即个台湾的即个查甫男性吼，男子气概，就是伊袂当面甲你呵咾啦，伊袂甲你做啊搁较好，伊袂甲你讲啊，你就袂甲你呵咾，吼，搁较歹就是搁甲你嫌两句啊吼，才会爽啊对啊，一定爱甲你嫌两句啊，甲你骂两句啊安尼吼，迄有迄老爸迄。阮较早讲迄日本时代传来迄种做老爸开口就是安尼吼。你做了搁较好，伊袂甲你呵咾，伊甚至搁甲你念两句，甚至搁甲你骂两句啊吼。啊，有人讲即个啥？刀仔喙豆腐心。我咧讲刀仔喙豆腐心，绝对毋是好事吼。你毋通多讲即种人啊，你莫见怪啦！迄个人刀仔喙豆腐心，我讲即个人就是歹，才会刀仔喙豆腐心，出喙就讲歹话安尼吼。所以即个心态是足歹的，延伸出来就是整个社会就是安尼吼。模范母亲，你30外岁好妈妈，无够资格通得到即个鼓励。你爱到50岁，你爱到50、60岁，我讲起拢足伤少年吼。你爱到70、80岁啊！吼，我才要甲你奖励安尼吼。所以基本上吼，你若看伫台湾模范母亲吼，迄拢个年岁足大，迄头毛拢已经足白啊！即个人吼，甚至吼，伊嘛无啥物模范不模范啊。较早伫咧社会吼，去互配炭配烂嘛袂要紧，只要伊到迄个岁数，伊会惊你后死40岁吼，无一个去做奸犯科啦，做奸犯科，即我是。讲白迄个孔子白啦，作奸犯科啦，就是讲伊若无去犯什么大条代志，互人
互人讲的吼，即个人就有够资格做模范母亲啊吼，所以就算伊较早伫咧社会上，你行倒的时阵，互人配谈不啊，迄拢袂要紧吼。你年岁到啊，你的囝你时岁无出大代志，安尼你就是模范母亲，即种就是敢若讲一个，就是一个名尔，无重实质吼。实质上，即个人妈妈你饲养囝你时岁的时阵，迄个方法是安怎啊？伊是毋是本身做以身作则吼？本身做一个模范，互囝你时岁去学的。迄无重要，哦 ，OK， 这就是台湾，吼，这叫新仔，这新仔心态。我拄则讲，迄拢是新仔心态啊，足鸡的啦，吼，即部大家讲的足鸡的吼 ，OK， 啊，我毋知影即个，我本来想要甲找迄个模范母亲的迄个选拔标准吼，标准吼，但是呢，我想也无必要，我即嘛随看觅吼，有兴趣你会当去 Google 一下吼。比如讲啊，恁台北市的即个模范母亲选拔标准吼，阮台北市啦吼，是台北市长吼，基本上即个模范母亲因的选拔是安尼啦。我所知影吼，就是譬如讲啊，里长，各地的里长啦，各庄头讲啊，恁摕一个名，送一个名倒来啊。台北市就可能一般拢是以市长来表扬啦吼。台北市啊是啥物湖口乡吼啊乡长市长就甲即个景啊，这会使安尼啊。当然看年龄有够无吼啊，今日时岁有人去做啥物歹代无啊？若无大部分拢是模范啦吼，因为里长就已经摕过来吼。OK， 这是我所知影吼。好来，模范母亲的条件吼，我看觅啊，宜兰县政府加模范爸母亲吼，模范父母评审作业要点吼，咱来看一下标准是啥物吼。我无写啊。哦，有啦吼。来，模范母亲来，这是宜兰的，我凊彩摕一个来看。模范母亲6条啦吼。老爸我就不爱讲啦吼。母亲第一条，亲身教养子女吼，重视亲子教育，其子女品学兼优，而且有正当职业，而且会当健全发展吼。第二，单亲家庭身兼即个爸母职吼，奉献自我，负担家计生活，工作艰苦，以忠于职守，作为模范者。第三，为身心障碍母亲亲身教育子女，负担家计，子女各个有成。第四，坚忍辛苦，怀有爱心以及耐心，并且亲身抚育身心障碍子女有成吼。第五，长期侍奉亲长绩效哦，这个友好过来吼，这友好这就什么卧病或身心障碍，就是你的爸母伫破病或者是身心障碍，你甲防汰啦吼，无怨无悔付出，所谓邻里推崇者啊。第六，乐观进取，并且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关心邻里，服务社会，对国家贡献有具体事迹者吼，就是安尼吼。我看吼，即嘛是无年龄限制啦吼。为虾米我拄则讲年龄限制吼？因为较早有啦吼。啊，以阮台北来讲，当时无诶。因为我看迄个阮诶即个里长送出来吼，讲台北市长啦吼，台北市长逐个可能拢捌吼。田啥物？即个较早迄个田，我煞袂记，迄只少年诶。伊讲，我看伊写讲，伊写啥？写讲今年才叫做郑朝芳啦，我看到名仔想啊，郑朝芳、田调芳甲市公所团队特别伫今仔日修改表扬办法，包含取消年龄限制，增加省奖单位提名。吼 ，OK， 所以你看阮台北今年才取消，但是呢，
台北模范母亲当中，65岁以下10位，10个吼，65岁以下10个，上少年的59岁，65岁以上几个我毋知吼。标用41个名吼，41个65岁以下才10个，其实65岁以下就一个上少年59岁，就要60岁吼。所以4个其中1个是60岁以上吼，65岁以上吼。其中年岁上大96岁一个，93岁一个吼，是因当时不管吼 ，OK， 所以拄则我讲的是毋是拢事实？我并无白讲吼，我拄则讲的迄你小想者吼，你敢希望讲将来的即个台湾国是即种型的，是遮尔支那化的即种做代志的方式？当然，以宜兰即来讲，伊即个条件就已经，我就感觉算已经诚进步啊吼。譬如讲，伊有重视讲，你是单亲家庭的模范，对无？你单亲家庭，你家己一个人，你是查某人，你安怎照顾你的家庭吼？身心障碍母亲吼，即种咱拢知影足辛苦的啦吼。OK， 特别是今年才加落，就是特别去表扬讲，因咧照顾迄个，毋是讲因囝儿4岁，哇，逐个啥物做啥物。师仔会长啦，吼，啥物理事长啦，啥物长有诶长，陆续个一大堆长，因老母才叫做模范母亲，较早就是安尼吼。有钱无？钱甲出汁啦，拜托诶，毋通安尼吼。至少你即马看宜兰县就是安尼，伊有真正有咧要鼓励讲，即寡妈妈真辛苦，咱甲鼓励，即就是鼓励，即毋是事啊，代志已经发生甲已经。即妈妈90几岁啊，再来甲奖励安尼吼，毋通安尼吼。OK，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项代志，模范母亲啊吼。今日拄好发生，我拄好提出来讲吼。这第一条，好，9点17分，互各位有想到要讲啥物，3分钟，若无我要继续煞接要讲我要讲的吼。无啊，恁无想到啥？伊甲出汁无毋对啦，迄就是政府该做的无做嘛，所以就是2000年前因中国拢来即招的啊，无才调做较好的就怎安尼你有做我甲你奖励安尼，所以即摆时代就真正就是因家己的迄个啥物地主规嘛讲啊，道人先即是先啊，因若做好就直甲学了啊，何必就等甲伊7老8老啊，才来讲伊安怎拄安怎，所以过去嘛是。无去思考过，伫即个环境要思考是有迄个困难啊。当然，原兄提出来即个点较受影，就是真正是钱较出汁的，所以未来可能就是，听做一个人看到人好就食蚵仔啊，哪有第二句话通我讲？以前咧，有一个律师或做卢秋婉的，伊就讲伊拼一世人啊，因老爸嘛是拢无咧甲蚵仔嘛，所以爸仔囝的关系无讲介好，尾仔甲因老爸讲的时阵，因老爸嘛讲出一句钱较出汁的话啦，伊讲吼。当然是用中国话讲啊，7早8早甲你报，是要甲你报上天呢？因的想法是安尼生啊，所以有当初迄种日本时代可能嘛是有即种教育的啦。我已经听过几落的即种例，就是当然啦，我袂晓去讲蚵仔，环境嘛无咧教讲要安怎讲蚵仔，就规气卖蚵仔，甚至倒头讲过用口水、用泪、用骂、用拍迄种较负面的嘛。迄个卢秋婉因老爸就直接甲讲啊，7早8早7少年8少年一直甲你报，无是要甲你报上天呢。伊安尼讲啊，毋过实际上，当然有一寡无站在的，可能真正爬上天啦。毋过感情真遐尼济无站在的，因迄个囡仔卢秋婉嘛算真正是真拼势，所以当伊较有成就了，伊才比较着讲哦，过去迄种环境、迄种教育方式是无够好的。当然后壁是毋是去做一个调整，也是安怎我毋知影，总是第。即个社会看到即种情形，迄种情形毋是咱要爱嘛？即种我无想要爱啊！做好为啥？要安怎讲？就直接就保就好啊！为啥着一定要等到7老8老啊？然后咧，无啊，无然后啊！所以迄个点就是拄则讲的遐嘛，讲啥物障碍也是安怎？照顾囝儿逝世，啥物长期有病啥？讲实在，
迄就是社会福利有够无够嘛。啊，照你讲，迄本来就拢政府爱做诶，结果因为政府做袂够，所以全规啊拢等去互个人，啊，等去互个人了后，你做好才甲你保。变成讲，伊一寡条件本底是，大概是上起码的60分，应该是伫迄个基础顶悬咱去发展。结果即马煞颠倒变，因为政府无才调，全变成讲迄个标准是变一个关卡，变天崩啦。所以这嘛是咱的社会，今仔日进前咱的社会歹进步，甚至未进步的一个原因嘛。啊，既然知影了，就是大家各自努力吧。以上。好，马文多谢吼，甲我读一下即个芳的吼。其实吼对啦，就是其实我认为无必要办什么母亲啦吼。一个搁较值较出色的物件，叫做贞节牌坊啦吼。较早即嘛无啊，较早有迄贞节牌坊吼。啊，即个我来甲你加讲啊吼，即物件安怎叫做值较出色？你家己去想啦吼。第一点，伊对查某人迄种要求吼，你敢想？你想看嘛？贞节牌坊对一个替一个查甫人裁过，拢嘛是替查某人裁，吼，迄是啥物意思吼 ？OK， 咱就讲到遮。过来是，我即晚要讲的是台语考仔的代志吼。我即内底当我伫讲的时阵，我知影我即个伫咧 Clubhouse 内底朋友台语考仔足侪吼，啊。希望无得失着大家啦吼。我认为讲吼，咱真正我拄则讲的，就是讲咱出嘴讲好话吼。不管是啥物国啦，不管你台湾国啊、其他国，出嘴讲好话本来就是应该的吼。出嘴讲好话，吼，所以尽量保持即个习惯。啊，较袂讲，像我即摆要讲的，就是一个伫台语口仔内底，即种的讲起来是足害啦吼，就是。无养成迄个出嘴讲好话习惯，变成你着好心要做歹，结果你做歹代，你好心结果你做歹代，吼，这是足歹的，这对大家吹上是其实是无好处，吼。啊，所以我着因为我伫报时顶头看会着啦，因为我对 Facebook 看着，我对 Facebook 直接流出来看，我即下要来甲各位介绍吼。我无爱讲即个人啥物人吼。啊！我无应该就讲对出来吼，甚至就分解互你知影。啊，毋过看会着，我无法度，我无去查袂牢吼。所以，咱即马重点是来看我拄则要讲的这无养成迄个讲好话即种习惯，啊你好心做歹代是安怎做出来吼？尤其是一个台语口啊，咱真正是爱好啊要求家己啦吼。来，咱来看第一篇，伊是华语写吼。我直接较讲华语了哈。现在的年轻人讲的华语比北京人还溜还好听，但讲台语就像嘴里含一颗卤蛋。台语再不注重，不出10年就会消失。所以在此贴了几个推广台语的建议贴文，得到热烈的回应。不过也得来不少的搭嘴稿。等下，哎呀，歹势，我这篇毋是头一篇哦。我讲我都当求头一篇嘛，我是有拢甲迄个，我讲嘛，我先甲我的迄个文模的即个做落来即个图，我先甲找出来吼 ，file， 当然伫我手机啊啦吼，所以我无多写吼，images， 好，第一篇，第一篇是这篇，安尼无毋对，好。安尼第7篇好，我讲不过也得来不少的搭嘴稿哈。其实只要能对发展台语、保留台语有帮助，都值得花时间沟通，但不要太酸就好。你看伊讲到心，袂歹啊，敢若袂歹，即个出发心嘛足好诶吼，啊嘛诚客气吼。好，咱搁继续看咧，后一篇。因为 Facebook 你若有甲人回伊个 order 就乱起来，次数就乱起来嘛，所以我即马要找第2篇，我再找用遮时间去找一个。无，咱莫找啦，我直接念嘛吼。第2篇，当了半辈子的长老，也学过白话字吼。讲一个人吼，叫他只看白话字读圣经。别人听了就难受，这就是教会把罗马拼音的白话字改成台语汉字的原因哦。我讲这句话就已经互我规
规北都好，规个都倒起来哈。什么叫做？这就是教会把罗马拼音的白话字改成台语汉字的原因。伊讲，伊做半世人的长老，即科做个长老哦哈，也学过白话字，伊嘛会晓学白话字，学过啦会晓袂我唔知啦哈。叫他只看白话字读圣经，咦哦，别人听了就我唔知即嘛是讲别人还是讲伊啦哈。当了半辈子的长老，也学过白话字，叫他只看白话字读圣经，咦哦，别人听了就难受。我相信伊毋是咧讲因家己，伊讲因教会长老啦。学过白话字，结果白话字圣经因无逐工读嘛，所以伊学别人听了就难受。啊，别人听了就难受，意思就是讲，恁就规气就卖读白话字啦。这就是教会把罗马拼音的白话字改成台语汉字的原因嘛。恁就家己就读甲咦啊，你搁要叫阮读啊？恁教会就家己就已经用台语汉字啊，对无？所以咱继续看伊讲白话字，我40年前就接触，假臭屁就对了啊。我也能读哦，伊嘛晓白话字读得很溜的，大都安息了，大家拢已经无伫啊。会全文的都打台罗拼音的人，已经是稀有动物了，这是残酷的现实。残酷现实有个安怎？所以歹势，我讲到已经，你听着然后我规巴都好举起来哈。教会甲即个白话字改掉，绝对毋是讲的即个原因，迄是绝对，迄是100%政治原因，迄是国民党下令讲恁教会讲袂使用白话字。伊连即点伊都毋知吗？伊讲伊伫咧教会上40年前就接触，伊连即点都毋知。啊，好意思讲，写甲遮大篇，咱搁继续看咧。第3篇。发展台语最好是发展台语汉字，罗马拼音实在是以前老外传道人学台语用的。我听你放屁！老实说，罗马字只有在真的不知台语汉字读法时，才会去找白话字的罗马拼音。基督教长老教会已经发展出台语全部要使用的汉字，你确定？阅读和发音都相当方便，你确定？好，咱继续看咧吼。这个人应该就是艾利克定咧讲的啦吼，艾利克伫阮有当开的遮个房间就讲你话歹势，马文，我读煞吼，我读煞，我等下互你讲吼。好，咱继续看，伊讲看了一些懂得罗马拼音的回答，我认为他们根本不在意台语能否留给子孙嘛。是顶一篇。OK， 好，伊是安尼写哈。OK， 过来是推广台语，只是让台语能够遗传下去，不要搞成意识形态。如果学白话字的目的是去中国化还可以，去汉化就大错特错了。这是你讲的，我才无你甲你信大什么叫做去汉化就大错特错。这个拍起来我讲哈，台语、闽南语都是汉语圈的一支，怎么去？我就是要去啊！你如果不想去，你哪不会想要去的，永远不会去嘛啊 ！OK， 而且汉语是大东亚圈的共同文化，学日本人的自信心吧。你家己都无自信心啊，你要学日本人的自信心。OK， 所以呢，你看了一些懂得罗马拼音的回答，我认为他们根本不在意台语能否留给子孙。我嘛感觉你不在意，一点都不在意，因为你讲这句话，我无甲伊上尾一篇啦，上尾就一篇就是讲，意思伊离开啊啦哈。我记得我上尾看了伊讲，来做到这篇哦。谢谢酸民激励，让我找到了好用的台语汉字输入法。我的重心在告诉台湾人的处境的亚太情势，时间有限，速暂时告别这个社团。你早就应该出去哈，你等下做笑拍鬼啊，死鬼共插。我本来就想要甲老话，当然我是老话就客气啦，伊拄好做样诶。但是我连老话都无想要老，因为咱做人实在是无应该安尼。你爱出嘴啊好话吼，你莫一讲就讲迄歹听话，你着家己本身就小拍鬼啊！你来遮你要讲甲遮好听，那敢若你对台语即个有偌侪用心，你真正是好心，你做歹代，你真正我感受到你有迄个用心，但是我真正自头到尾对你所做每一，你所写的每一篇拢甲我规巴肚即个好拢点倒起来。好，歹势马文，我甲你拄则甲你插灯，你讲。无问题。恁个兄，即个
即篇我嘛有看着，我嘛有看着必须有去留话啦吼。然后我讲即种诶，就是真标准诶迄种诶。最近大概即一两礼拜，甚至即一两个月吧，可能嘛伫倒位看着，也是听着，就是讲，咱遮诶讲台语诶人，就是有才调讲有才调写诶人，就尽量讲尽量写。我诶感觉是，就算我乌白讲乌白写，嘛至少我是用台语文，你乌白讲乌白写，因为咱爱先讲了，咱若毋讲，因遐中国人就真正三老白讲，亲像即个就是迄种诶，我就甲认定迄就是中国人。淡仔咧讲啥物货，我就无想要搁继续重复伊所讲诶话啦。啊，因迄种诶遐，伊是变成讲，徛伫伊一个小小诶角度，啊，最后伊要离开进前，伊就讲啊，感谢即个酸民，淡仔咧讲啥物，互伊找着遐方法啥有诶无？本正就是，我就讲嘛，有一寡四角字牌讲，太会甲台语当作外国话咧学啦。我诶想法就是讲，当作外国话咧学又搁如何啊？你只要甲你诶台语学到手，有才调，甲我一句来一句去，吼，我袂使讲因吹因字，也毋是阮诶事实，我来怎讲咧讲因吹因字？伊有才调，甲我一句来一句去。我讲诶话伊听有，伊讲诶话我有才调听有，然后我就一句来一句去。安尼伊就学成功啊嘛，管他伊家当做外国话、本国话。所以目前为止所看到遐四角字牌，甚至有一寡我所看到未必然，应该毋是全部，就是一寡白话字牌嘛，是讲啊，莫用四角字，用四角字就是如何拄如何。抑毋过我就讲嘛，你读台文通讯的过程当中，甘瑞先迄就讲啊嘛，伊可能自细汉到几岁时阵去到美国，去到加拿大，然后伊嘛是拢用四角字咧写，只是讲伊写伊家己的写法。等到伊参加台文通讯了后，才发觉到，对啊，即种毋才会使保留伊的腔口。无我就讲嘛，迄个作者写出来的字，若准讲是写四角字，伊心肝底一定有一个声音嘛，迄字伊要安怎读？问题是别人看到时阵，有可能读毋对啊。啊，你若准讲你要保留，或者是你要展现，或者是坚持你的腔口，就是用不管是白话字、罗马字，即种豆菜字来写，安尼大家会知讲哦，你即字是要安怎读的？啊，迄字是毋是有其他意思？我就讲嘛，台语文是咱的母语，爱看你顶下文就知讲哦，即个是啥物货嘛？迄讲你讲着，会讲去倒位，啊倒位即个 where 会有足侪种讲法啦，可能单头单尾，可能3种、5种，甚至7种，还佫有啥物宜兰腔、独江腔的嘛？抑毋过伫遐形容出来，你当然会讲去嘛。倒，你听着倒，你毋知啥物倒是啥嘛？啊毋过你若听着讲哦，你要倒，就讲哦，你是要去倒位？啊，这本正就是一个语言是活的嘛，啊，毋过因遐就是安尼讲，今仔日进前较想影，咱遮会讲的，甚至会写的，可能讲无遐济，写无遐济，啊，迄个讲无遐济，写无遐济，意思是啥？讲一个较歹听，一工24点钟，除了困去的时间以外，到底偌济时间伫遐讲伫遐写，可能嘛是无嘛，因为坦白讲，大家拢爱顾腹肚嘛，所以你也大概无法度讲。醒起来了的时间，拢落伫咧讲，拢伫咧写嘛，无嘛。啊，毋过至少是毋是，亲像迄个啥，石牌的李兴德老师嘛，差不多哦，差不多逐工拢至少写一两篇嘛。啊，当然有一寡伊嘛是捌拄着迄落，啥物得着全国比赛第一名啥有诶无，一声就去甲伊指点这指点迄，讲讲东讲西，伊就讲哦安尼 ，OK， 煞落去，你行你诶路，我行我诶路，咱两个莫淡仔互相牵夹。啊，所以有当阵啊，迄个姓吴诶，可能嘛是一种想法。伊可能毋知是青帮白帮就走入来遮，然后我就讲嘛，迄就等于是放一拍火，然后就绕跑去啊嘛。伊敢若今仔日开始反射，头尾出现伫遐无超过10点钟吧，还是无超过20点钟，最后才等一句讲啥物伊要离开，意思是要来讲啥物阿台的局势如何拄如何，所以坦白讲是要走来做广告的嘛。啊，内底到底啥物物件讲歹听啦？毋是讲恁爸无想要了解啦，只是讲我若要了解遐个代志嘛，无一定绝对爱。为遐啦，伊也毋是为伊的来源啊啦嘛，所以迄种人就是去哦，你去讲啊对，就是讲迄就是中国人啥都袂讲，啊，反正咱遮就是有个人较好心较好咧，去甲伊对伊嘛，迄内底有个人嘛发觉着讲，这可能真正心肝底是有问题，所以就直接讲啊，我袂瘾甲你回答啊，啊，有个人讲啊，你会使用啥用啥，啊，所以即个物件变成讲，快递啦，台语考啊，会使有倒面，会使有正面，会使有进前，会使有退后，会使有顶面下面快递。每一项，迄个啥，我就一直甲大家讲迄句话来讲嘛。咱遮有材料讲，有材料写，就尽量加讲寡，尽量加写寡。就准讲是淡仔发迄个本色文，嘛爽啦。
至少是用台文嘛。我著讲啊，对今年开始，我著差不多拢无咧讲中国话啊啦。好，马我文，我讲，就是安尼，继续。马文多谢吼，歹势。我感觉伊所写的每一篇，迄个社团应该照你应该摕掉，无应该留踮咧遐吼，留踮啊真正是无应该吼。啊，其实迄个社团我无加入啦，是某物人有甲我推荐啊，所以我著看会着，但是其实我无加入啦吼。啊，实在是看了这差吧。啊，我甲即寡文章，或者是即人所写的即寡文章摕出来讲吼，只是我敢若要提醒咱家己哦，提醒包括我家己在内，咱家己每一个人吼，就是一项代志足重要吼。我昨昏学了即句话来，含大家来学一下。我昨昏学即句话叫做“摕着网输啊，就想要做仙啦吼。摕着网输啊，就想要做仙吼。这是我昨昏去看一出戏，叫做《勇气家族》吼，迄个。是咧讲即个歌戏班的故事吼，伫即台湾一个连续剧啊，恁若家己兴趣去找看觅吼。啊，讲迄个少年囡仔吼，毋捌搬过老生较歌戏内底演老生，迄拢摕一支网输来嘛，网输来各有知影吼，一支网输来就是一支细棍子啊，尾溜甲一穗吼，一穗啊，我毋知要创啥吼，白色的吼，咱看若网出来当输网迄种的吼。啊，一般就是老仙或者是仙嘛吼，就是你扮仙的时阵吼，迄种仙灵才你举即种网出来，啊，所以少年囡仔你举着网出来，你就想要做仙吼。相反，咱提醒咱家己，尤其是台语考，咱真正提醒咱家己，毋通讲我会晓写即个教育部罗马里，还是我会晓写白话字，我著举着网出来，就要做先，就要开始甲人指点江山。你看，伫这社团内底指点江山，甲每一个人拢甲骂惨落哦。虽然每一句拢讲敢若足好听，伊偌侪用心，但是你看，真正是用好心咧做歹代志。所写的每一篇文章，拢你拍每一个人哦，伫咧即个台语社团咧做即个相拍过啊，毋通安尼吼。咱应该爱做啥物？我续来，我真正要甲各位介绍，这才是咱应该爱做吼。每一个人我拢甲你鼓励，你应该安尼做。不管你台语做到啥物程，学到啥物程度，你拢爱安尼做吼。这才是较重要吼。你嘛平常去看我即项咧教台语，其实我认为讲，迄毋是我的专业，迄我嘛教得袂好，足侪人教得比我搁较好吼。啊，所以我咧做啥，就是即个人所写，我即马来开始，伊是用台文写吼。即个我著会当甲各位推荐吼，你一定爱捌像安尼朋友伫咧台语课仔内底吼，因安尼心态才是对的吼。这是我伫 Twitter 加入一个朋友吼，伊的即个伊的名啦吼，叫做七暗月吼，七暗月，但是one word，就是写做共一字，写做一字吼，无hyphen，无分开的，无 space 分开的吼。七就是迄个数字迄个七吼。数字，即两声个七，暗就是暗时啊暗吼，第三声吼，月就是 GOAT 月娘的月吼，七暗月吼，这是伊的名，写做一字。咱来看伊为虾米互我认为讲各位恁着爱学习啊，你爱养成即个心理、即个心态、即个 mindset， 你爱有，你才有法度伫咧台语课仔内底真正来退台语，退即个咱的时岁。来留一个足美好的将来，吼！替台湾国起造一个足好的即个基础，吼！9:38分，我注意一下时间，吼！来，我念互你听，吼！伊安尼写：台语文若要正常化、主流化，定着爱大量用台语文来讲，来写各种概念、知识，搁爱对遮的概念、知识对即寡吼。概念、知识、念来甲新词生出来，安尼才有法度讲台语文有应该有的活力啊！吼，其实毋管是啥物时代，吼 ，content is the king， 内容才是王啦，吼，内容决定一切啦，吼，内容才是王。网络时代，甲即款力量加强。网络 plus AI， 网络 plus AI 时代会搁较愈加强，吼，这是一下头前，过来是后壁是啥哩对我看下，好来，过来是
莫阁聊足侪时间去参人冤家吼。所以就我拄则头前我浪费要20分钟和人咧冤家，10分钟啦，10分钟，无必要。拄则我迄你拢袂记诶，袂要紧吼。莫阁聊足侪时间去参人冤家，我上尤其是台语课哦，绝对袂和人冤家。拄则看我已经规巴肚好，足突然诶，我一句话我就把伊甲留吼。莫阁聊足侪时间去参人冤家，甲时间摕来生台语文诶内容哦，来生产台语诶文诶内容，对日常生活、对家庭、对工课啦吼，对各种台外知识吼，就是你台湾本岛还是外面诶世界诶知识，甲搁生甲台语文现代词补出来吼。用大港诶内容吼，伊用大港来形容迄个大量吼，用大港诶内容，那伊为虾米用大港？你等下看会到吼，足好诶形容词。用大港诶内容来甲看你无目的诶人，来甲看你无目的诶人，甲引过。拄则迄个引过，知无？甲引过吼，互因无底佫操蛋吼，安尼才是头路，敢毋是？所以我看了即篇足啊，对我激励就足好诶，就平息了我拄则看着迄篇规巴肚好诶迄种心情吼，都规个就消透去吼。所以呢，为什么我平常时我无咧教台语，但是我所讲诶内容，我所读诶字，我尽量讲，我都尽量用台语来介绍互大家，或者是读互大家听。我就是咧做即项工作。我嘛希望讲，你嘛是会当，有即个心来做即个工作。不管你讲你台语讲了好歹，讲了偌济，还是讲你有法度通教台语，啊无法度通教台语，你有法度通教台语，安尼上好。你无法度通教台语，你就做你无法度做，吼。9:41分，搁伫剩20分咯。其实我则想要写念介绍伊最近。伊最近写3篇咧介绍 AI 吼，用台文写哦，所以你看你著爱我认为讲我一定爱念这3篇吼，大家伫咧看这3篇学 AI 以外，佫有法度要安怎用台语来介绍 AI 来小解 AI 吼，每一个人会当明白安尼吼。OK， 我著今仔日已经事先甲各位讲啊，今仔日录音房吼，我主要是我要来介绍一寡物件，所以我著无佮各位讨论。我看剩的时间，我会当甲伊所写迄寡 AI 文章啊，摕出来念无吼。伊是写伫对，我小找一个吼。哦，你睇者，原来我是先看到伊，才佫看到迄种的，才会安怎讲，先有兵格，所以火来拢袂倒。安尼吼，有先甲你晓的吼。我。因为伊讲的即个，其实我嘛有咧推特加伊啦吼，所以就咧讲一寡 AI 物件，伊咧介绍一寡日本的出版业，即马要安怎含 AI 做结合吼。其实目前可能各界对 AI 可能拢抱伤悬啦吼。顶2个月啦，或者是旧年年底开始，遐个 AI 的发展有一寡人就是讲，毋是讲 AI 会甲人的头路拢食去。嘛毋是讲安怎，反正过去一寡科技的发展嘛，差不多是安尼是安怎？就是讲，毋是 AI 甲你的头路变无去，还是甲你取代掉，是因为你若无去运用，或者是接触 AI， 有一寡伊简单会使处理的代志，你就去用简单处理掉去啦。所以，你若有来认捌 AI， 可能会使慢车随去用换掉去。所以即个人伊所写，当然我实体上毋捌即个人啦，总是伊讲的，就是伊拄则所写的，拄则阿宽兄所念的遐，就是讲，反正尽量就是去用台文、台语去讲、去写、去留，加开时间去含遐个，因为遐个人毋是真正要问的啦，因为坦白讲，不管拄则迄个姓吴还是其他的啦，伊若真正要学人早就开时间去找出方法啦嘛。4月2到放榜就高中生就大学生，咱已经摕到 C2 个啊！你讲台语有啥物啥，迄拢假讲的啦，因为可能旧年准年佫会感觉想要去家讲报倒位，尾啊我甲迄其实来遐等问题，迄其实拢毋是要想要得到答案。
所以迄种物件就变成讲，无需要开遐尼济时间，就敢即个人讲的嘛，迄无需要去加，无使喙烂，无使时间，甚至无使性命去甲遐个人一句来一句去，加硬的尔啦，倒不如。有可能啦，你若想要甲印的时阵翻译啦，诚做你家己写做文章的一个题材还是内容嘛。我发觉有一个人伫高雄的，伊就真安怎讲，较袂去甲人一句来一句去。可比讲伊看到一个人提出一个什物现象、什物状况，伊有一寡想法要发表，大部分的人可能就去人的面册、去人的下骹去留言，你知无？啊，其实有当阵啊，以现代社会。我咧阮兜的门骹口搭一张告示，啊，你无代无志走来阮兜破财是咧破火大个啊！所以迄个人就是讲，伊若看到一个现象，啊，就家己去伊面册，还是去伊推特，写讲啊，有一条代志是如何拄如何，啊，迄条代志我可能会安怎处理？伊嘛无去讲内外，伊嘛无讲伊遮个话是对倒生出来，还是看到啥个产样，无，伊就纯粹讲啊，迄个过车路应该如何，或者是讲吼啊，你若敢提出一条物件，可能是。正反意见拢有诶，你着爱有迄个准备，啥物准备？看你无介意人，可能甲你劈到你无地走啊呢。啊，伊嘛毋是讲哦，我是看到啥看到啥，所以我感觉有当阵啊啦，照即个人七按月所讲的，就讲，咱着将咱家己诶想法化作符合成做文字，或者是透过声音，不管是和别人交流，或者是即两个日啦有迄个什物 AirChat 的即种物件，可能嘛会使去试看觅讲。留下遮个声音，再一次甲艾利克大哥讲迄句话摕出来用是。有才调讲台语的尽量讲台语，有才调写台文的尽量写台文。啊，遐个想要来一句来一句去的，我是感觉可能爱精选啦。迄句话甲各位朋友分享就是讲，80%的时间应该是开伫咧家己的身上啦。剩的20%的时间，才开伫咧会要伊你的人，或者是你要伊的人事物听啦。啊，若其他要甲你插的，要甲你猫的，要甲你人的，我会感觉，就当做迄是狗啊，你知哦？狗啊，你甲你吠的时阵，你敢会安怎？因为坦白讲啦，100只会吠的狗啊吼，无超过1只敢直接冲来甲你咬啦，无啦，大部分都甲你吠尔。啊，你着反正遐听有听无，你着莫插伊，当做伊狗啊咧吠的就好啊，无需要无采家己的性命时间去甲伊一句来一句去安尼。以上。好，马文多谢吼，好，咱时间。剩下都拢来用大讲的内容吼，甲拄则迄引过去。来，我来念这3篇吼，伊写3篇啦吼，写 AI 吼，伊的题目叫做日本出版业用 AI 咧行啥物新步数吼。咱来看日本出版业用 AI 咧行啥物新步数。头一篇，这是我个人想要了解 AI 会安怎来改变百工百业，甲咱工课生活的即个破纸吼。就是伊写即个 notepad note 吼，日本出版业用 AI 伫行啥物新步数吼？标题，即篇文章看上尾原文的即个网面，伊去看别人写用台文佮甲写出来吼，甲大家开帖讲 AI 是安怎咧甲出版业的你甲即个出版业改变去吼，内容的创作、发行、行销甲读者交陪，拢总无一项闪会过吼。来重点整理伊即篇两个重点吼，两个大重点，其中佫分做小重点吼。头一个出版业内底 AI 即马甲未来吼。第二个是 AI 甲内容创作新的可能性是啥物吼？所以咱即马先看即个第一点就是时间线嘛吼，即马甲未来嘛吼。时间线即马甲未来，第二点就是内容嘛，吼，就是即个伊个实际上迄个内容。好，第一点时间线 ，AI 分做4个小点吼。头一个小点是 AI 创作的改变是啥物？哦，第二个小点降低成本甲提升效率。第三个小点数位化转型。第四个小点。出版业内底 AI 的未来，咱拄则讲这4个小点是时间线吼，咱即马来看哈，佫从头看。第一个小点时间线，第一个小点就是 AI 创作的改变吼，咱来看伊个改变。讲 AI 经由自动化、data 分析甲个人化的读者体验，来互出版业改头换面吼，这是即马改变嘛吼。第二，
降低成本甲提升效率。AI 工具会当斗相共，甲即个工作的流程常识化。常识化伫咧华语叫做优化optimize 常识化。所以你看伊就产生新事啊。当然我无一定认为讲一定需要甲优化做常识化，但是伊就咧写台文的时阵，伊就咧产生新事啊。但是伊新事伊惊你听无，所以后壁即个用英语来迄个注解AI 工具，咱搁来定读即第2小点。降低成本甲提升效率。AI 工具会当斗相共，甲工作流程常识化、上市化、常识化，识是适合的识管理库存用来管理库存 ，AI 管理库存这是一定的甲预测需求，有法度省真侪成本，佮提升效率你库存会当莫积伫遐，这成本差侪佮来第3。数位化的转型数位化转型 ，AI 踮出版业的数位化转型扮重要的角色，扮演AI 伫咧即个出版业的数位化转型扮即重要的角色，互咱有亲像电子册推荐互咱有即寡服务，啥物呢？亲像电子册推荐。语音的浓缩甲个人化、互动式的内容，才会创新的服务所以你看，即马出一本书，你阁有电子册通看，或者是讲伊用 AI 语音浓缩，每一本听免阁请一个人加开钱 ，AI 就听读互你听，而且用 AI 去读伊读较袂讲遮尔查定扣安尼。有诶甚至断句断了毋对去，听一听就艰苦AI 就较袂OK， 过来第4小点，出版业内底 AI 的未来拄则拢讲的是现在，即嘛是未来当然嘛有一寡未来啦拄则讲迄3点即嘛全讲未来。AI 未来范式会变搁较有创造力，有才调创造新的文类。新的文类毋是新词新的文类，即嘛比如讲什么论说文小说小说搁分做足侪不同的小说，像武侠的啦言情啦、情色文学，搁有诶是什么严肃的文学搁什么现代什么伊讲 AI 会当可能有才调创造新的文类，搁会晓针对读者个人所介意的开口来甲内容调整，互读者会当欢喜这拄则讲的是时间线，过来咱来看内容 ，AI 甲内容的创作新的可能性是啥物4个小点，咱来看。我先甲小点读互听第一 ，AI 自动化产生的内容第2，编辑的创新编辑我讲编辑可能。编辑的足侪工课都会 AI 抢去编辑的创新。第3，确保内容的高品质第4，作家甲 AI 的合作变怎因会当合作，作家和 AI 当合作你若有咧写文章的人，你就知影 AI 当安怎帮助你咱来看这4个点未来第一 AI 自动化产生的内容伊是写 AI 自动化成内容啦伊无迄个善例，我是惊你听无，我搁加一字AI 自动化成内容，生成 AI 工具有法度自动生文章、报告，甚至小说，会当互人力去做搁较有创意的工课就是你甲一寡AI 就有法度做，交 AI 做嘛。你人去会当做搁较有创意的创意这是重点你袂人搁去做一寡其他俗个无应该人去做过来第2，编辑的创新 ，AI 编辑工具会用伫你看，较早这是编辑咧做检查语序、检查文法、检查我著讲检查即寡物件，就是语序、文法。风格甲事实正确，也无就是事实，这个华语叫做事实查核、事实查核啦
事实查核吼，伊写事实正确抑无吼，助赞编辑的效率吼，拄则讲迄较早拢编辑的一个人工咧做的，即马 AI 就挺好帮你检查吼。即我即马着咧做啊啦，因为我工课爱写足侪技术物件吼，我定定拢听去 AI 麻烦甲我检查一下啊，文法、语数、用字啥各方面吼，或者是风格，连风格，比如讲即要用伫咧较正式的文章吼，你爱袂使伤凊彩，啊，即种这是 email， 你莫伤严肃安尼吼，拢会使甲 AI 讲。过来是确保内容的高品质，吼，第三点，确保内容的高品质。我拄则就已经讲啊嘛，伊就听我甲你品质，甲你讲较好诶吼。AI 会当，咱继续念落 ，AI 会当为极量的 data， 剩5分钟，歹势我念了伤慢。AI 会当为极量的 data 呢，甲有路用的资讯抄出来，而且有法度生参顶下文三格。三到肉甲好细的内容出来，互内容的品质有保障。吼，即我就袂继续讲。第四点，作家甲 AI 的合作，作家和 AI 当合作啦吼。比如讲，我要想要写一个啊，你帮我先甲即个故事线帮我先整理一下，还是啥吼？还是讲我过来要写啥，你当互我一寡啥物意见安尼吼 ？AI 会当斗相共作家做啥物呢？题材研究、发展故事线的侪可能，甲生草稿，甲草稿生出来，互作品搁较有深度兼多元。吼，这是头一篇。搁来第二篇，伊写3段啦吼，3篇啦吼。后来搁来即篇，拄则是讲伊是甲要点整理出来嘛，整理头前2点，即嘛第3点。第3点是 AI 安怎利益出版业的发行，吼。好，咱这是即篇原来是2个要点吼。拄则是讲对出版业会当帮助啥物？搁来是行销甲销售策略 ，AI 扮啥物角色？就是 sales。伊即嘛是拄则是出版业嘛，过来就是即个 marketing 甲 sales 吼，行销甲销售策略吼 ，AI 是会当扮啥物角色？相款拄则迄条有3个小点，即个第4条有4个小点吼。来第3条 ，AI 安怎利益出版业发行？库存管理详细化吼，对出版业来讲，这最重要嘛。库存管理详细化的 optimize。AI 如实吼。driven 吼 ，AI 如实的需求预测吼，如实的需求预测是啥物？就是伊是写讲是 driven 的需求预测，甲无歹势，伊即个长句安尼写，我看意思应该是看毋对去。伊讲是需求预测甲库存管理工具。吼，会当斗3工发落各业库存甲欠货的问题、缺货的问题啦吼。就是 AI 若用来如实即寡物件吼，需求预测、库存管理工具吼，伊若来如实即物件，会当斗3工发落啦吼，发落就是发落知影无？发落就是 process 或者是处理吼，会当处理。各业的库存以及欠货的问题，就是你伤侪还是伤侪还伤少嘛吼，即个问题会当 AI 会当替你处理吼，通来减少成本，嘛会当提升效率吼。今仔日可能咱时间会超过，但是我希望甲即篇甲即个文章完整甲读互煞吼。过来第2个小点，正确的买卖预测码度吼。就是对出版业安怎吼，会当帮助正确的买卖预测码度，就是即个销售的时阵，一个会当做一个码度来做预测吼。AI 如实的销售预测模型，会当用得提供宝贵的意见来助赞生产计划甲行销的策略。等下行销佫会讲到吼，所以咱佫继续看。
第三点，互主顾客体验更较舒适，互主顾客体验会当更较舒适。歹势，我是应该啉者水。AI， 我摕遮水啊，歹势啊。迄个人应该是甲原底原文是日文嘛，爱着甲日文翻译做台文。啊，若是共即个是另外一个人，嘛有咧做迄个，因为即马 AI 足侪，足几落间公司拢有咧做即种翻译也好 ，AI 也好嘛，啊，着去教遐 AI 要安怎真捌台语文。啊，目前我所看到的，就是拢用白话字，啊，罗马字因为教无罗马字，即马无即个高人，我都来处理起来，所以目前我所看到大概拢是使用白话字的人去含即个 AI， 不管是 Google 的，还是 Microsoft， 还是 OpenAI 用反正目前有伫发展 AI 的公司，可能嘛袂少嘛，啊，反正就是一个机器，还是一个，迄个要安怎讲，我毋知要安怎讲，就是有一个核心伫遐互处理嘛，啊，后壁也是讲咱遮使用者着去运用遐物件来发展，或者是来甲台语、台文正做含世界其他各种语言文字会使互相翻译的一个事工吧，若本我会使安尼讲。以上。马文，你这甲你要讲的，咱等下，我看今仔日咱加留一寡时间咱讨论吼。你再甲你要讲小记者，我等下时间互你来讲吼。咱今仔日时间可能会加半点钟啦吼。好，互 OK， 互主顾客更较主顾客体验更较舒适吼。AI algorithm 有法度针对个人提供个人化的册单推荐甲行销信息，互顾客满意度甲忠诚度称悬吼。AI 的 algorithm 我都做即寡代志 ，algorithm 伊无翻译出来吼。algorithm 就是要安怎翻译，我嘛袂晓吼。algorithm 就是要做代志的一套基本上的原则、方法，方法啦，你会当讲是方法，就是我要甲即个工课做出来吼，我着先甲即个要做出来的方法先写出来，安尼吼，叫做 algorithm。可能一条一条仔写出来啦，这才叫做 algorithm， 一句话讲出来就好啊吼。好，第四，行销甲销售策略吼 ，AI 扮啥物角色？哦，过来是第四条，伊整理的即个第四个重点，其中有4个小点，4个小点咱来看吼，甲行销有关的4个小点，我咱先看者4个小点。头一个是目标市场的分析，第二个是个人化行销活动，第三是社群媒体整合，第四是为消费者行为预测来做策略吼。第目标市场的分析。AI 会当斗相共出版商为 data 分析来锁定目标受众，含了解市场需求，吼，这是目标市场嘛吼。个人化，第二点，个人化行销活动 ，AI 会当互咱用个人化行销策略，亲像根据个人开口来推荐册，还是超前行销信息，应该信息啦吼，来参个别使用者的需求三到达。好，过来是社群媒体整合，这是整合是啥物意思？整合是咱看就知吼，整合我咧摇应该是就是整合啦吼。AI 会当自动发落社群媒体的活动吼。就是伊自动会当去 post， 即只发落是 post 的意思吼，去 post 社群媒体活动，佮分析资料来甲内容，根据主顾客参与度来做详细化，吼，就是分析资料来根据即个大家参与的情形来做即个更较好的即个调整吼，叫做详细化吼。好，第四点，为消费者行为来预测来做策略，就是 AI 如实的即个预测分析，会当甲出版商斗骹手来预测未来的趋势，甲即个主顾客行为，吼，互因有法度伫咧库存、计划新册、甲即个传活动等等做更较
智慧的决定，吼。这是第2篇，过来我来看第3篇，甲读了。过来是第5、第6这2个伊整理出来重点吼。第5有3个小点，第6有4个小点吼。第5是读者参与甲 AI 吼，读者和 AI 读者参与甲 AI 要来合作吼。第6是出版业应用 AI 的实务吼，这是实务是啥？我毋知，咱来看吼。第5点咱来看，读者参与甲 AI 有3个小点。第1个小点是推荐系统的演进。吼，推荐系统就是 AI 推荐互读者嘛，或者是读者大家互相推荐嘛吼。你留你的 review 就是互相推荐吼。过来是客制读者体验吼，读者体验要客制化啦吼 ，customize 吼。过来是用 data 分析来加强来了解读者吼，分析一下读者是安怎对来年龄层收入是偌济啥吼，咱来看吼。3个小点，第1个小点，推荐系统的演进 ，AI 如实的推荐系统会当为读者的开口来甲新册找出来，找出来互因某咪人伊所写的即个。推荐系统内底所写的，你看伊所写的，你就知影即个人可能较介意啥物册，你就会当找即种册以后推送去互伊，寄去互看安尼吼，寄迄个小信息去互看，你就当搁找着，你会当甲你的册卖去互真正需要的，或者是会介意的人安尼，所以销量会搁较好吼。互读册体验搁较舒适吼，这是第1点。第2，客制读者体验，甲即个读者。reader experience 甲即个 customize 吼，咱来看是安怎，我嘛毋知即啥。AI 会当互读者有个人化的读册体验，譬如根据个人的兴趣甲读册经验来提供线顶的杂志甲新闻报道吼。敢若像我拄则讲的嘛，差不多是安尼吼。过来是用 data 分析来加强了解读者 ，AI 如实的 data 分析会当。提供读者开口甲行为的宝贵意见、宝贵见解吼，互出版社有法度创造目标正确的内容甲行销的策略。大约我拢是拄则讲过吼。第6个大重点，上尾一点吼，出版业应用 AI 实务，咱来看4项。第1项，成功的规划阶段；第2项。风险管理甲 AI 技术应用，第3项员工的训练甲技能发展，第4项领导角色甲带领变革的策略。好，咱一项项看吼。对员工甲即个领导者吼，要安怎出版业要安怎来应用吼？第1项成功的规划阶段，强调设定清楚目标，精选。下需求的 AI 解决方案吼，就是有即个设定目标清楚，精选，甲即个 AI 的解决方案会当塞足侪出来嘛，你会当甲即个下需求的即个方案提出来用，目标清楚的吼，提出来用，以及建立 KPI 来度量成效的重要性吼，这是。AI 的应用啦吼。第2，风险管理甲 AI 技术的应用啦吼。讨论法律潜是头做潜哟，潜在风险的重要性吼。讨论法律潜在风险的重要性，就是风险管理嘛吼。甲即个 AI 技术的应用，亲像 data 文书的问题，或者是。著作权的问题吼，这是有风险的啊！你无拄好去侵权嘛吼，无拄好去甲人文书去甲人侵犯着嘛吼。这，但是这 AI 要摕来用，我其实一时啊无想袂着啦吼。过来是员工训练甲技能发展，强调提供员工应用 AI 技术的知识甲应用训练的重要性。我毋知影伊是咧讲，意思是讲，
要教员工来用 AI， 还是讲要用 AI 来教员工？我即满看袂啥出来，你讲啥？好 ，OK， 无重要，反正就是拢会使啦吼。过来是领导角色甲带领变革的策略，就是强调讲爱有，佮拄则是讲的员工嘛，即过来是就是迄个 leader 嘛吼。强调讲爱有强佮勇的领导支持来催杀 AI 的应用，确保伫组织内底通成功吼，就是你。带头的人，你的主管对 AI 就无你重视，你下底的人是要安怎做？无做袂起来嘛吼。好，总讲上尾就是结论啦吼。总讲 AI 霸面长咧特地长势出版业，这是霸面，这是一定的啦，确定的啦。毋是干那出版业，逐项业拢会去影响到啦吼。歹势。带杀效率、创新和搁较深度的读者参与，经由 AI 技术甲一项实务，出版社会当伫个高变化的环境里找找法度来确保成功的未来。吼，安尼结束。用台语读这会当互你至少你会当知影讲台语有法度读即寡。足现代的词，足现代的技术，足现代的即个知识，你当直接学着吼。10:11分，我讲要留，甲咱讲到10点半啦，毋知各位方便无吼？方便做你留来听，无方便做你会当离开袂要紧啦吼。咱今仔日10:30分，搁剩20分，10:30分来开放。毋知各位有兴趣参与讨论无？啊，若无真正就要开放啊。迄个快递啦吼，我拢做迄个较棒的啦，随时各位朋友有意见要分享，就自由自在，安心自在。伊即篇是咧讲出版业，我敢若毋知是里面册，啊，然后迄个人应该是针对即个部分去翻译，还是去转述，还是讲一寡话。然后针对出版社的编辑陈清宏嘛咧讲，就讲现主是伫台湾遮的出版业。而且是其实全世界拢相款啦，即种出版业就是照过去的迄种科技手路逐方面来看的时阵，今仔日即个时间点，就讲未来是哪来哪随味的。啊，敢要搁继续用？伊可能敢若看着讲AI 会使足简单，啥物产生内容、产生啥，是毋是全安尼？就隶属出版业的出版哪来哪无人要买？因为现主时啦，坦白讲，迄讲我。听到迄一个 podcast 咧讲就是，无毋对，伊即篇文章吼，即个七暗月伊所讲的内容确实王啦。你只要有内容，你要安怎听言，迄是另外一回事。现主时咱要看内容，无共个年龄层，或者是无共个阶层，伊用的迄个媒体，或者是迄个载体，或者是迄个平台是无相款的。可讲以我个人，我可能也是习惯用纸本的，抑毋过。愈少年的人，伊可能使用迄种电子3C 的产品就愈侪，吼，甚至笔记，像讲笔记一定爱伫啊，一个出水，迄个原子笔也是铅笔点啊写。即摆这平板嘛听过处理啊，所以迄讲迄个陈清宏，成为出版社的陈清宏，就咧面册讲啊，敢要是安尼全隶属出版业全倒啊是安怎？啊，另外一个角度讲，出版业你放心袂倒。倒的是啥？倒的是坚持一定要出纸本册，下遐出版社会倒。未来出版可能毋是敢若用纸本嘛，所以即个7暗月伊所写的即篇文章，我咧想我咧用，伊敢若有日文的原文，然后是甲迄个日文可能嘛透过不管是 AI 透过啥网站，然后甲伊写做台本，互大家来看。因为翻译也好，或者是要甲伊透过 AI 运用也好。我毋知各位朋友目前为止所使用遐 AI 经验如何？我伫应该是去年年初遐，但是我袂记着，我袂记 AI 迄阵什么 OpenAI 对什么，尤其迄个啥，OpenAI 嘛对2.0啊3.几开始用嘛吼。因为伊会使找到的资料拢是网络顶悬有的，啊网络顶悬有的资料，坦白讲，我迄阵较试用的时阵，可能是因为我用我的专业，用我所知一寡专业去问伊。结果问出来以后来等吼，真正是拢是沙漏白讲的就对，反正伊就是刚才在找到伊遐资料嘛。所以目前就是讲，嘛讲遐 AI 你饲伊愈侪资料，伊
就会使运用愈侪。可比讲公家机关，即2年啊嘛是因为即种 AI 发展，有一寡讲是毋是会使来帮咱伊去处理？可比讲诶，是毋是我有一寡资料，伊帮我甲遐个内容整做 PowerPoint， 或者是我有遐个内容，伊安怎去帮我重新整理做，不管是公文，还是要写人诶批，还是要写人诶3年，抑毋过迄有一个限制，或者是一条线爱去下过，就是讲你提供诶资料，敢有牵涉到机密诶问题，敢有牵涉到个别诶人个人资料，或者是个别诶公司会无小心，因为你一旦登去你网络，真歹势，就差不多等于是公开啊啦。所以即个物件伫运用可能会有伊诶限制，尤其若牵涉到一寡商业诶秘密，或者是商业利益，或者是公家机关诶资料时阵，迄条线可能爱画甲真清楚。即半年吧，伫公家机关敢若嘛有一寡演讲可比讲法律界还是啥，你去演讲诶时阵，嘛有去提着讲无毋对 AI 即摆已经即个时代已经来啊。虽然目前为止，逐个搁咧试，搁咧瞧，因为有足侪物件去配合诶，可比讲手机啊，甚至啥物，即摆是第5代嘛，第6代听讲美国嘛伫发展嘛日本嘛讲啥物迄无人车诶驾驶啥，所以目前为止，今仔日2024年开始算诶未来5年，即5年诶发展有可能会超过过去50年诶发展，有可能。当然，咱伫即个时间点到底要安怎去运用，或者是使用，或者是我著听做一个消费者，看你有啥物产品，我著来使用嘛。即个物件，看各位朋友是安怎想诶？冇多谢吼。即个物件，嘿，好，请讲。无歹势，甲你打断。除了 AI 啦我今仔日所讲诶主题是开始啥物模范母亲啦迄种性别诶迄种歧视啦年龄诶歧视啦或者是讲无愿意出嘴讲好话，无愿意鼓励人诶即种迄种性迄种畸形是讲后来讲诶台语课啊即种吹哨诶问题啦拢欢迎你来提供意见。必上兄，歹势，我主要是要甲你诱，你有要发表一个无？还是要交一个无？其实我最近写一篇嘛，伫咱家己诶群组嘛是有互你讲着迄就是真正即阵仔我拄好撞着一个嘛算熟悉足久诶朋友伊是认为讲我最近写台语诶比例摕悬足济嘛，伊就讲，我写物件伊哪来哪看无，伊就感觉讲伊互人放松迄种感觉，无迄毋是针对你啊。毋过伊敢若是，我无直接甲你讲，这毋是针对你，毋过伊反映出来诶感觉就是讲，敢若我安尼写，甚至是包括咱遮诶人，拢是要甲因遐诶人甲放松，就是讲我。50岁啊，我嘛是自细汉到大汉拢讲台语啊，安怎恁即摆安尼，我就讲敢若我毋是人啊，我是动物诶人安怎咯？是啦，毋过迄毋是我诶问题，迄就是时代真正咧变你无法度对你就真对啊。咱讲实在就是拄则讲诶用大讲诶内容来掩盖，不管是即种你嫌啦你 complain 啦还是你甲咱交诶拢不管，拢用大讲诶内容来甲掩过去迄较重要。比踮遐含义咱辩解，还是踮遐含义踮遐辩驳，踮遐你冤家较重要。真感谢各位即个两人所伊是法律诶方面诶专才我足希望有一天会听伊讲用台语来讲介绍一寡小解一寡即个法律方面诶即个问题。当然。Clubhouse 顶头就已经有即个台语诶新闻榜，即足好诶，实在是足好诶，我看了拢足甘心、足感动诶不管是讲了好啊毋好，著是愿意用台语来讲新闻，安尼著是一个足好诶开始我相信愿意讲诶人，伊著愿意，伊伫当中伊著感觉我著爱即袂晓讲诶，绝对有机会通学着新诶嘛，别人嘛会甲可能会甲讲你当安怎讲安尼。这就是一个足好诶学习诶机会啊迄个 Eric 兄，歹势我平常时读书无机会通嘛，你开讲你敢无方便起来甲
甲阮指导者，甲阮讲一下你的感想。平常时读了无好，无机会互你甲阮甲念两句啊，我拢甲你邀请啦吼。好，感谢芭比做足侪笔记吼。拄则有一字我袂晓念，叫做潜在吼，这是读做潜嘛吼。潜在吼，潜在，歹势，即个教育部即我较无熟吼。潜在吼。对，潜在。嘿，我安尼我就学着啊吼。潜在，我较早我嘛袂晓讲即个词。去直播拍电动。我讲一个高雄的吴志宏老师，伊伫国中教台语和地球科学。然后有一个可能嘛高雄的电台甲伊访问吧，诚做 podcast 啥。然后伊就讲台语，尾就有人去引述迄个影片，吼迄个人就讲啥物？伊家己讲，伊讲我会做米秋啊呢，迄个主席米秋是啥呢？就讲就存钱啊，结果字幕甲伊拍虔诚啦吼。当然这是足大的争差。结果引述即个影片的人就讲，迄个吴老师台语是毋是伤歹啊？太黑白讲啊呢，吼，就讲字幕搁拍虔诚啊呢，虔诚甲迄个米秋嘛差伤济啊吧。所以艾利克大哥伫遮好就要甲引述艾利克大哥讲迄句话啦吼。拄则讲过，就是讲，咱只有材料讲台文、写台文，就尽量讲、尽量写，就敢若拄则引述推特内底迄讲，咱着用大讲的姿势，甲遐甲按过，因为咱若无去讲、无去写，遐个中国人也好，假中国人就好，伊着啥都袂讲，伊凊彩看到台语的一个啥物字词，甲伊的想法无相款呢，伊就开始碰、开始配、开始又袂讲啊。郑顺聪嘛，伊最近这2年啊嘛，伫这个台语课啊嘛。大出声啦吼，应该这2个日啊吧，伊嘛咧面册讲，就讲一直到呾，要是有人搁会踮咧讲，问过100年的问题啊，迄个100年的问题，就是伫迄个讲台语当着时，林嘉怡和陈鸿辉伫主持咧讲台语要学啥，最后敢若第1季啊、第2季，最后一集就是讲迄个千古不化的问题啦，啥物台语有音无字，啥讲一大堆就对了。郑顺聪就讲啦。一直到当个人咧问讲恁台语有音无字，恁的台语敢若讲啥，拄则有试过啊嘛 ，AI 嘛会使讲嘛吼。所以郑顺聪就讲啦，遐个搁咧继续问遐个问题，第一，伊若毋是真心想要学的啦；第二，伊若真正要学自然就会使找到资源啦。问遐个问题的人吼，大部分的咱遮个讲台语有才调写台语的人，无几个有才调插伊，因为要无因家己的代志，就时间就无够啊啦，无可能讲。你着会使安怎好咧甲讲，坦白讲啦，针对遐个中国人吼，讲了歹听的啦，免来好声扫啦。别人我毋知，我讲我家己啦吼。伊也要来好好问，我会使好甲讲。若要淡仔咧碰下，迄个无需要。反正咱着说咱家己的大讲的资料资讯，甲灌落去，灌到互伊无底味、无底闪，莫来甲吵，莫来甲乱，应该是安尼先。以上。York。你敢有要讲几句啊？还是有你拄则听？我毋知影你拄则有听偌济啦。你听着有啥物感想？要甲阮分享无？歹势，我也毋知恁咧讲啥物，我先听一下好无？安尼哦，阮讲啥歹势，你可能先换礼拜啦。阮上精彩诶拢讲到差不多啊，阮10点半要关房啊。等下。但是我即集刚才有录音吼，有录起来，所以你有兴趣咱再听。我今日讲内容，包括一开始我有讲即个模范母亲的问题吼，有讲即个台语考仔吹哨的问题，有讲台语考仔吹哨正确的方向应该安怎做，应该安怎，迄个方向应该安怎行吼。阮实际上阮拄则佫真正照即个方向，甲来念一篇文章是你介绍 AI 吼，用台语就有法度来接触即个上新的即个知识吼，或者是来吹哨即个新的知识，来推广新的知识吼。所以若有兴趣，等下你再去听录音。下底的朋友真感谢你，我知影平常你拢足支持我吼，开个房吼，
我开个房，我从来毋捌讲偌济人拄偌济人，但是每一个人来我拢足甘心的吼。啊，希望讲一粒种子种伫你心内，会当将来开发做一丛大树啊吼，开足水的花，吸引足侪人迄个香味，吸引足侪人来看，来闻来看安尼。迄就是我的目的就达成啊。下底是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我拢不管，我就是要甲即个种子种伫你的心内，希望以后会当发出，会当生做一丛大树仔出来吼，开足水的花吼。24分剩6分钟哦，所以呢，若无我就准备要关房啊。爸比，你敢有要甲阮讲几句啊？你毋通歹势啦。常常甲我 Q，我要讲啥，一般我就是真感谢大家啊。我有讲过啊，就算讲我只有在听哦，我嘛是拢就是很富足啊。因为够一间杯怎么讲啊？那个底蕴不要讲，就是拢就有料的啦，真在是料安尼。对，所以讲我逐摆听，不管是台语的上基础，我伫学习台语嘛，所以讲我伫学台语，我听的部分，听恁咧讲话，啊，搁有话内面的迄足有意义的内容，对我来讲拢有真侪帮助，甲互我真侪学习甲思考，我就是我就是介意即味。咱大家来成长，大家来学习啦吼。下底即个 Annie， 毋知你要开声一下，互阮熟悉一下无？阮足欢迎新朋友吼。你若就算台语袂晓讲袂要紧，你出一个声，互阮熟悉一下安尼吼，拢真欢迎啦吼。当然毋是敢若 Annie 啦，像即两个鱼吼，即我就声音就无介有印象。语文当然是使啦吼，另外一位徛伫诶即位啦。于新劝吼，等上，欢迎你吼。阮固定有咧开房啊，所以你会当加入我即个房吼，啊，所以若有你咧读书诶时阵，会当大家斗阵入来。读书毋是干那我读啦吼，基本上是我咧读无毋对，但是大家人斗阵咧学习安尼吼。好，安尼若敢有人要讲话？马文，你有啥物歹势？直直甲你插灯，你有啥物无讲着无？不吐不快啊！一定要互你讲煞。还好啦，大家我就讲啊，对我来讲就是增加讲台语的时间尔，啊，其他的时间拢反正就安心自在、自由自在啊。好，咱当然啦，我就讲啦，有才调莫用中国字、中国话，就敢若拄则很快遐咧读，你推着读遐个资料啥，我就搁共一个时间看到段正宇咧讲啊。若算讲你读的台语，紧的遐个名词，搁对迄个 quantum 即个词啊翻译做迄个四字的四角字，然后你搁甲迄四角字读做台语，你是咧创啥？你 AI 搁甲伊 AI 即个两个字母，你甲伊人已经因中文甲伊翻译做四字四角字嘛，你甲迄个四角字搁甲伊读做台文，你是咧创啥？AI 你为啥以我来讲，我著甘愿读迄个无标准的阿贵读做 intellection 了，啥物我高的，我就是袂瘾读迄个四字啊，就敢有解音啊，我著甘愿讲有解音啊，我著袂瘾讲迄三字的汉字的台语音嘛，迄著含人的原底的有解音啊，音差有够济啊，你搁讲啊歹听，扣人迄落毋知走进偌济去的啊，所以我著讲嘛，反正对我来讲啦，我就是增加我讲台语的时间啦，中国话、中国字就是尽量莫用嘛，对啊，迄个姓吴的，伊迄种错误的认知，以某一个角度来讲咯，歹势啦，我即个角度解读吼，毋知去得失着伊迄个宗教无？伊讲伊做甲遐尼久的啥物身份，抑毋过讲出来迄种话，就真正有影，可能真正是好心啦，毋过坦白讲，咱过去的教育无遐尼适当，或者是遐尼教程的时阵，可能包括我嘛有可能会啦吼。是存好心，抑毋过做出来就是歹代志。所以各位朋友，若像讲我无小心，我是好心，我真担心。若无小心做着歹代志，你才甲我碰头一下，阮来调整一下吼，千万毋通存好心煞做出来歹代志安尼，这是
我无忙的啊你。拄则马文这讲的，我搁重复一下吼，伊讲对个段正武讲的吼，段正宇吼所讲的，意思就是讲，譬如讲拄则咱读的文章内底有一个词叫做 optimize 吼，华语叫做优化吼，啊，伫即篇文章伊是写做常识化吼，常识化就是已经甲即个 optimize 即个词甲即个汉字化，当然我毋是讲安尼汉字化毋对啦，我的意思是讲，不管你是优化还是常识化，就是已经甲伊用咱的即个语言的毋是音，应该是意思，应该做意义啦吼，叫做翻译意思吼，即是翻译意思的即个阶段。啊，你若看日本人的即个对即个外来词的应用，早就已经过迄个翻译意思意义的迄个意思，迄个阶段早就已经过啊。因为迄个阶段伫咧差不多8、90年前、100年前，因迄当阵伫面对危险的时阵，面对医生的时阵，因做足侪就是意义吼，翻译迄个意思吼。啊，迄个阶段早就过去啊。马文拄则讲的，还是讲段正宇讲的，就是讲其实台语应该进入去啥物一个阶段，就是拄则，比如讲 algorithm， 拄则即个词 algorithm 伊就无翻译啊，伊就用迄个拼音写做 algorithm。啊，当然这是你应该改写做有法度用白话字写，啊有法度通互台语人有法度通用白话字甲音读出来，安尼就好啊。啊，你若问讲啊，即啥物意思？啥物意思？再来解说。你再去现字典、现词典吼，外来语词典，再来解释啥物叫做 algorithm。当然 algorithm 还阁是英语啦吼，白话字要安怎读我阁袂晓诶，我一时仔我想袂着。就是讲，咱对外来语、外来词诶使用，或者是新词诶即个产生吼，已经不管是段正宇还是拄则马文所讲诶，就是咱应该进入迄个阶段，就是毋是意译是音译，或者是对音直接来用，安尼就好啊吼。我甲拄则马文讲迄，佫歹势啊，我佫啰嗦佫重复一遍，就是即个意思，安尼吼。咱10:31，今仔日要来开房啊。咱每一个礼拜，即个歹势啦，即个台湾时间是礼拜四暗时啊9点吼，我遮是即个早起是9点啊，美西时间吼。咱欢迎各位来参与即个房。来做台湾各族意识的营造工程，吼，我拄则讲遐济，敢若讲含台独无关的，我甲你讲，这才是台独上基本的工作，吼。好，到遮咱来开房，感谢各位，感谢所有台顶每一个人，台骹每一个人，感谢各位，咱开房。多谢。多谢。